我情，你随我怎能婚姻定？不孝的人，不孝的人闹骂名，学成减法拄高官。在求全，力量不轻，乃心胆。爱我温婚，爱我温婚难上难。徐姑娘。但知你有一片的好心，我免哪会唔答应。求求，你3月寿人是甚物人？我甲你猜看卖就好。这个秘密。除了表兄甲美姑知影以外，什么人都诱袂着。莫讲是王雪瑶，就是连庆瑶做梦也想袂到，害阮老爸人会是因阿爹连下令。小奶奶，小丫头回来了！大回来了，小奶奶呀，小丫头回来了。庆瑶，阿娘，是呀，紧起来，庆瑶，你一定想袂到讲，你去一逝工啦，倒来就见袂着恁阿爹。阿娘。我迄阿爹是安怎死的？恁阿爹是得着急症，药仔食真济嘛无效，破病都无7天，伊就死啊！老爷，相公，公公要临终的进前，伊有交代一句，讲叫你都爱认真读书，后日若得到功名。造福万民。
庆爷，人死就死，你就要遵照你阿爹的遗言，去求取公平。相信伊伫救传之下，也会安心。对啊，庆瑶啊，这两位是啥啊？阿娘，迄位是叫做阿斗、甲阿尚、甲海丽，是好朋友，如同兄弟。老空见哦，老夫人。紧嘞，紧起来！啊，多谢。恁两个人既然甲阮庆瑶，敢若是好兄弟咧。后摆咱都是家己的人啊，毋免遮尔客气。小好恁做安尼住伫遮，互阮庆瑶斗阵读书。阿斗啊，你是要死啊你？但我也无吵的人啊，你拍大声创啥？我是讲规埔拢无看咱连老大，到底毋知去倒位哦。啊，你管遐济要创啥？算毋知影读书读啊久啊，搁写字写遐济忝，啊，就去行行安尼，你也毋知。哦，那安尼咱嘛会用个休困啊咧。好啊。是讲，上啊，咱讲实在吼，我即马心肝足艰苦。你无代无志咧艰苦啥？你想啊？想啥？想我咧考差别。啊，你若安尼，当初毋通离家出走。啊，搁顶一摆，你看到恁某敢若袂顺鸟鼠去见着猫咧。啊，即马才伫咧想伊，啊，你这个人嘛是咧莫名其妙。是啦，我咧考差别吼，虽然车较大只，嘛过吼，伊有当时啊嘛足疼我的呢。我若想着讲吼，伊对我咧好的时阵，我心肝就足艰苦的，啊目睭就一直酸的。唉，兄弟，你嘛莫搁安尼艰苦。啊，咱即马都已经跟随咱连老大咧。等吼光明若升起有寸进的时阵啊，啊你才轰轰烈烈转去甲恁某团圆，安尼毋是搁较好？对啦，我知影安尼是真好啦。啊，毋过我即马都已经咧想啊，尤其是即落天气吼，若愈寒，我就愈爱会想某呢。安尼要安怎？吼，你实在有够无路用呢！人伫咧讲啊，这大丈夫男子汉都爱提会起，搁放会落。你嘛安尼小可甲咱迄个连老大小可学者，
伊嘛是心肝内真爱迄个鱼姑娘哦。啊，马个人伊讲离开就分开。分开。你是知影一个啥？啊，咱连老大的这2天，毋是共款心情有若伫咧歹。你的年岁虽然是讲遐尼济啊吼，啊你也无娶某啊，啊你也捌去甲人爱过，嘛毋捌去互爱着。像我即马甲咱连大的这个心情吼，你要哪会捌啊？你当然嘛毋捌。好，我毋捌，你有娶某你较捌。啊，那安尼我问你咧，恁这有娶某啊？你甲恁老大即摆心情是安怎？这哦，叫做相思苦。
家啉要伫什么茶？上好的茶泡出来。好，是啊，是啊，好，是啊，是啊。原来伊就是四阿哥时常提起的林庆尧。假使伊若知影拄则遐个人是四阿哥派来要来加害我的，一定毋敢出手来救我。四阿哥伊若是知影伊向视如心棒的林庆尧，竟然敢破坏伊的阴谋，一定是袂了下的。 是偏偏，伊是啥物时阵去得罪这恶道呢？林公主，你今日相救之恩，我永远记在心内。但是为着你的前途光明着想，我希望讲你会当将今日救我的代志放互伊袂记，若不是会对你的将来真不利哦。兄弟，这原谅我免将真实性命甲你讲，我安尼做完全是为着你好。 小丽，这银两是要赔偿你所有的损失。多谢多谢。林公主，学话有记，请。惊啊，别惊。